总统热清天今仔是去到屏东本街福地啊，着民众透早来排队。总统伫致辞的时阵，除了甲民众拜年以外，也提出时代着爱注意诈骗。另外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到桃园的公庙参拜。杜英泰表示讲，政府真侪愿景目标爱拍拼，毋过伫咧立法院遇到困难，就亲像这车链消防共款，着爱管好把，这车才走会顺。总统大清朝车至罗南屏东发福地啊，请民众透早就来排队为新年祈求好吉兆。去年他是副总统的身份，我也就来。今年他是总统的身份，所以我就是还要再来一次。民众有够济，就算排队排真久，也无感觉辛苦。总统大清朝除了祈求国泰平安，也提醒老大人爱设置防毒骗毒，尤其是咱群众的投资诈骗的手法。骗讲话，伊安尼赚偌济钱吼。安尼，这个也伫遐讲，迄个也伫遐讲，爱特别注意。手机啊，奈群主无信无塞的，你千万唔通相信。另外一边，行政长杜英泰车子也真无闲，去桃园公庙拜拜祈福。杜英泰致辞时阵讲到，伊头先要祈求的是德政府，希望大家永不分彼此，斗阵为国家社会打拼。好像是为中央政府总预算，立法院甲行政院经伫遐透露心声。即摆咧，另外小可拄着困难，咱这台车死有死的恁啊，有一个路小可叫消防。所以未来过年过，咱一定要从这个恁啊，方面管落去，管落稳，这台车走得大家紧，大家顺，大家放心。这个年，请大家安心过这个好年。过年以后，这代志交我来处理。杜英泰表示，总统热清节执政理念是要保护国家主权，政府也会全力推动讨德标大设国，引进世界先进科技甲大厂，希望让台湾继续伫个科技业有领先的地位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